玩三点水一个更嘛。俄国狮驼汉，斯文的斯嘛，波斯的斯，驼，还人的还嘛。阿那汉第三国，第四国阿罗汉，小圣四国。你一切诸相即名为佛。你一切诸相即名，诸佛还是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希望嘛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名，即见如来，即见如来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台大教授教高等微积分也有用这个《金刚经》这一句话呢，这一段话：凡所有相，皆是希望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他在介绍那个虚数的，提到这句话呢，虚数应该是不存在，他说用来规划什么飞机什么，设计飞机的什么。一些是工业应用还是什么应用？时代不一样了，现在都要做不情，做众生的不情之友。哪里有众生，到哪里去度。抖音不是也有很多吗？抖音啊、脸书啊，网络上的都有很多，不容易耶。